然后一个节目一开始都係有幾多嘅小物，我本來來可能先唔帶來嘛個貼拍嘅東西，用一個東西來問。好啊，我媽媽都嘅厝裡都變出來，變出幾多東西咩？我我哋請我哋嘅小助理來帶本我哋貼集，好白哦嗬，我哋看底部。有些像恐怖箱啊，恐怖箱，都係人家帶來。咁也要圓圓咯，然後又係乜嘅？啊，亮3夫對我來講，黑面係細做嘅，這是我的戰袍哎，戰袍。大家看亮3夫對我來講十分重要。又係乜嘅時間做嘅？不團給我錢，一多錢？先團給我錢。我看到牌子了。我冇靠天機牌嘅，黑機牌啊冇。哦。細時節，像意大利哦，意大利也有。我從細就懂在意做乜嘅3夫呢？對，上千以上。好正經，嗰時節媽媽，因為我媽媽做裁縫師，買一亮3夫本來給用時5000啦，差唔多1/4嘅月給嘅。哇！不過，我媽媽當潘的買3夫本來，一亮3夫係因為我越來越高誒，買不同的 size。因為挑兩衫嘛，我對3年生比賽都一直都國中、高中都有。故說亮3夫應該係我到中年級跟他做嘅戰袍，員工比賽跟他就係員工比賽這樣做。對，而且我就大概都做亮3，就是有一種迷思，覺得說穿到它就會懂 lucky 啊呢。好，故說大概不管用誒，人家講我做 Q 亮3啊，還要做亮啊呢。唔講 lucky 都係大概做，嘿，名次都很好。對，因為這件衣服其實對我來講意義很重啊，然後看到亮3夫，我都會覺得啊，想起好多以前的事情哦。因為我對國小3年生開始比賽嘛，咁因為我爸爸媽媽都會做工嘅人，嗰時節講真嘅，我買亮3夫，我動攀的，因為挺貴嘅。哦。不過我最細嘛，我爸爸媽媽就真嘅攞嚟當作係民族玩嚟來寫。嗰時候看到亮3，我想到媽媽動辛苦，動感謝記得，很難用本愛，講嘅去都推蛋糕。